不要噎着了。加油了，替他人打气、鼓励时的用语。加油了，替他人打气、鼓励时的用语。加油了，替他人打气、鼓励时的用语。呀，礼拜六爱上班，大家做事爱加油。呀，礼拜六爱上班，大家做事爱加油。呀，礼拜六爱上班，大家做事爱加油。这星期六要上班，大家工作要加油。这星期六要上班，大家工作要加油。这星期六要上班，大家工作要加油。这是什么？不错。哎，妈妈，哎，我妈来了，拜拜拜拜。小西耶！妈妈，妈妈，红包呀，哥，太美呀呗！真健康片呀，爸爸讲。红包啊，哎呀，还有呀。哎呀，小西红包哟，想要什么卡？想玩什么该有？妈，银行一下，好，好，来去。头脑度亲上爱记得嘅事情，就是亲上爱唔记得嘅事情。Michelle de Montaigne。李先生啊，唔爱讲乜嘅喏？还没有清楚嘞，土地人讨论票年准许也会留下来，要做乜开？一个票年根本冇讨论过。咩唔系安排输嘅旅行？阿长，你敢会知道安尼有问题嘿？尤其伊系 VIP。其实你想要问我，有送佢来嘅出冇？你当然希望所有嘅病人合资格得到照顾，不过也边系康复中心，唔系乐界所。我哋特殊嘅时间，见到人天数同多，不过唔系专业嘅医生，佢嘅来需要乜嘅照顾，你懂清楚。清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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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。清楚，阿公厝耳聾，挨到讲话，佢都听唔清楚。阿公厝耳聾，挨到讲话，佢都听唔清楚。阿公厝耳聾，挨到讲话，佢都听唔清楚。爷爷重听，我们说话。他都听不清楚。爷爷重听，我们说话他都听不清楚。爷爷重听，我们说话他都听不清楚。病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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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人。也给先生